九龍城沙浦道一個建築地盤，8月3日中午發生嚴重工業意外。一名39歲姓黎嘅安全經理喺天台巡視期間，懷疑失足由14樓跌落至3樓平台外牆同棚架之間，當場昏迷。消防員趕到現場，花咗1個多小時先成功將佢救出，並送往廣華醫院搶救。可惜延至下午約2點，醫生證實佢傷重不治。現場可見墮樓衝力極大，壓毀外牆棚架同欄杆，安全帽亦飛甩至相鄰嘅大廈。死者為地盤大判聘請嘅安全人員係家庭經濟支柱，遺下妻子同2名年僅7歲及3歲嘅子女。工業傷亡權益會表示極度痛心，並正協助家屬處理後事。勞工處已即時派員到場調查，並向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，要求停用天台，直至採取適當措施消除危害。勞工處強調，僱主必須提供安全工作環境，否則最高可被判罰款1000萬元及監禁2年。